廿幾歲嘅華迪仲係踢緊業餘聯賽，當時球會淨係俾佢30磅嘅周薪，即係港幣大概400蚊，所以佢係要去工廠嗰度打工糊口嘅。2012年，佢以100萬磅嘅轉會費轉會英冠嘅李斯特城。2014年升上英超，當時27歲嘅佢係首次踢英超。喺最後9輪以7勝1和1負嘅戰績成功護級。去到15-16年嘅賽季，佢喺英超攻入24球，神奇地帶領李城由上季仲護緊級，今季就神奇奪冠嘅神蹟，更喺英超連續11場入球，破埋雲尼斯特萊嘅紀錄。好多豪門球會都對佢有興趣，但華迪選擇留喺李斯特城。喺呢度首次踢歐聯，首次入選國家隊，兼拎埋英超最佳球員。世界足球先生都攞過第8位，用咗206場嘅英超就入咗超過100球。呢個數字比起杜奧巴、斯朗、朗尼仲要快，佢自己都諗唔到有咁嘅成就。38歲嘅華迪宣布要離開效力13年嘅李城。佢用佢嘅故事話俾每一個有足球夢想嘅人知，就算起步點有幾低，就算前路有幾艱難，只要肯努力，夢想都有機會為你打開呢個大門。